那么下面是第三个问题啊，就是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随年呢就是一说这个生生缘起而生起欢喜心，就是所以将这个用两个宋词来说明：年年观想你将近，相好灿灿既庄严，光芒闪闪遍萦绕，奔驰朗朗至梵音，如是谆谆而教诲，心中了然现佛音。为此也如月亮光，前出闹热得殊意。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个宗喀巴大师说啊，就是一方面就是当时没有见到佛陀呢，就是也心里就是很这个伤心吧，就是很伤心，显现上是很伤心。但是还有一个值得这个欣慰的，也就是从怎么说啊，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也值得这个欣慰的呢。一想起来，这个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这个缘起法门呢，就是般若空性的这个传承，同时呢，就是自己也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多多少少的是懂得了这个缘起空性的深深这个意义啊。那么这样以后的话呢，通过这样的这个因缘呢，也会这个想起了就是佛陀当年在这个印度啊，就是印度山呢，就是这个说法的整个这个情景呢，就佛陀当时呢，我们一关心前，佛陀当时这个讲这个般若法门呢，一般就是佛陀讲般若法门的时候呢，为了就是这个说出这个般若的这个真轨呢，就是他自己呢就是铺这个法座啊，就是自己，所以我们经常那个就是般若跟其他法的不同呢，就佛陀就是本来是弟子就是给上师呢就是铺法座的，但是佛陀呢就是当时每次都是自己呢就是铺这个法座啊，就是铺法座，然后呢就是在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就面前的话呢就是开始宣说了这个大般若法门啊，就大般若法门的话就很多都是在这个我们藏文当中都是还没有译过来的，就是汉文是非常这个全的啊，就是依靠好几代的这种意思呢，就是非常这个全的。那么这样的这种般若宣讲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佛陀的这个舍身的话呢，就是相好啊，就是灿灿这个庄严的，然后呢就是整个诸位的话呢，就是光芒这个灿灿光芒闪闪遍绕，就是整个释放，而且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发出的这个朗朗的这种这个传讲佛法的声音的话呢，就是让这个无量无边的60种这个梵音呢，64种梵音都已经具足的，每个众生呢，就是都得到就是不同的这个利益和都得到就是不同的这个解脱啊，就是我们就以前讲那个很多梵音的功德的时候呢，大家都应该清楚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谆谆教诲的话呢，就是这个情景呢，就是这个场面的话呢，就是其实我们后学者呢，就是也可以历历在现了就一想起了就是般若当时的应该是如是这个传讲啊，就是一想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种整个这个佛陀的说法的声音也好，就是传法的这个整个景象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心中呢，就是了然这个呈现的。了然呈现的时候呢，本来刚才呢就是心里面就是很伤心的，这么神圣的缘起法门，就是怎么会没有得到就怎么亲自没有得到呢？就是心里很伤心的。但后来呢，好像是在这个心里就是出现了这个清凉的这个月光就是烧除这个烦恼的这个酷热一样的就获得了一种这个快乐。就是意思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刚开始的时候这么神圣的法，就为什么是佛陀面前亲自得数，就是有点这个伤心，就是后来呢得数了这个印藏高僧大德的这个教言呢，现在这个原原本本的完好无损的全部呢，我们都是有这个机会呢，就是已经这个得数一得数的话呢，也同样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得到这个真我就是得到这个真我。那这样的这种真我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跟这个见到佛也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是见到佛也是实际上通过这个语言就是交流相续当中产生这个境界的就后来的这个高僧大德里面呢也有这样的，有些呢就是在这个观清净的境界当中呢，就是见到这个佛尊呢，就是好像那个智者大师就智者大师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凝眼一会俨然为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宁九山的这个法会就是一直是很庄严的，就是在那边就是还没有这个善会，就是当时那个就是这个智者法师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一直一个叫做是这个会师就会师
那么就是会是那个禅师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就收集他，就是说是就曾经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佛陀面前呢就是得过这个法就是跟他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起就是得过这个法，就是你呢应该这个钻研这个《法华经》后来这个智者大师一直这个念这个《法华经》呢，《法华经》的时候呢，好像那个这个药师王这个菩萨品呢，就是本师品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有一句叫做是什么这个世正精进实名供养如来就是世正精进实名就是真实供养如来，就是就真法供养如来吧，就真法供养如来，有这么一句，就是一念到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完全已经这个开悟了，而且的话呢，就是他当时的这个整个在佛陀面前就是所这个听说的整个境界就全部都是这个现前了就从此之后的话呢，就成了这个大开悟智就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呢，就是后来在这个开这个天台宗的时候呢，就是很多都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大圆满的一种这个遗传，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表示传一样的，就是跟很多就是弟子的话呢，就是通过表示呢，就是认识自己的这个心就这样的现象也是相当多的。所以到了这个印度之后呢，有些呢就是像以前的那个恰罗扎就是很多高僧大德的话呢，一想起来就是佛陀的这种这个圣恩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有些都是不愿意就是到这个山上去朝拜，就是只是在这个山下就是一直想到这个当时佛陀怎么样这个传授般若境界的。不知道我们这边很多道友也是去这个朝拜这个灵鹫山就是朝拜灵鹫山的。也许有些人的话呢，可能就念那种佛陀当年在怎么这个传法的，佛陀当年的这个为我们众生留下了什么样的经典的那种这个感恩之心的是有没有？就是光是就是到哪里别人说是我到印度了，然后拍一个照片，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就是多大的这个意义。应该就是对这个佛陀就是什么这个将此身心风尘茶师则名为什么那个佛报恩就是报佛恩，就是报佛恩，就是你们经常也在念这个嘛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这种这个身心呢，就是其实是真正是这个供养就陈述差的这个一切这个众生如果我们一心一意的就是弘扬这个佛法，就是经常思念这个佛法的话呢，其实报道就是佛的恩德也是这个。因此我们在这里呢，应该要想到了，就是怎么说就是每一次这个宣讲这个佛经呢，宣讲这个论点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到就我们当时的这个在这个上师也好，就是那位这个菩萨和佛面前呢，如果有的话呢，就是可能会现在呢，就是应该也有更就是比较高的这个成就就也许的话呢，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了，就是现在呢也有就是这个听法的这种因缘呢。因为一讲般若的时候呢，就是般若里面就是前面也引用过很多教证就是我们呢就是其实以前就是经常呢就是供养过很多如来就是供养过很多如来，而且呢就是也遇到过这个法以后呢，就是才可以就是有机会就精神当中这个修持。所以我们精神当中哪怕是这个仅仅是听一听的话呢这个也是非常这个大的功德。我记得摩诃仁波切的大皇皇王的那个中所里面呢，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动到这个大皇皇王的这个意义，但仅仅是听到就是这个皇皇王的这个词句或者呢就是看见这个书汉当这个文字的话呢，那么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有非常大的功德就有非常大的功德。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对这个缘起空性的般若法门的话呢就有些人是已经完全通达了我看这边的有些这个有一定的这种般若法门和空性法门有因缘的这些人的话呢短短的时间当中也是基本上就已经就是料到了这个空性的这种意义在以后在人生当中谁也就是不可专一就是不可多得的一种智慧就已经获得了。有些人虽然没有这样的这种境界，但是呢就好像这个依靠这个诸佛菩萨的加持和自己的善根，然后呢依靠这个法师们的这些这个因缘就是自相续当中对这个般若有一种这个欢喜心。有一些人呢欢喜心也没有
啊，就只不过呢，就是不去听课好像不太好，就是只是听那听啊，就只是听听，哪怕是听一节课的话呢，我觉得他相续当中肯定是播下这个种子的，只是依靠校正和拟真都可以这个成立的，都是这个有非常大的意义，哪怕是听一节课的话呢，肯定有就是很大的这个功德和就是利益，所以说呢，我们也应该就知道就是这个般若法门的这种殊胜这个威力和功德呢，就是大家应该有一种这个信心，就是哪怕是听一个寄送啊，听一节课啊，这也是非常这个开心的事。就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座的这个道友啊，就是除了几个位以外呢，就是全部都是也不能就是在这个现场就是听。但是现在因为科学这个比较发达，就是这个科学发达的话呢，就是有利有弊。但是我们如果是这个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就是把它的好处就是或者是它的这个利益就是用上的话呢，就是也是依靠这个文字啊，依靠就是其他的一种这个音频射频啦，就是射频的话呢，视频的话呢，就是也是自己呢，就是同样就是可以进入这种境界啊。就是进入这种境界，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也是这个得到同等的这个功德。因此呢，就是宗喀巴大师也是就是他就一想起了就是缘起空性的道理得到以后呢，就是也升起欢喜心。我们也是应该这个如此的就是也应该就也没有见到宗喀巴大师，也没有见到就是佛陀，但是呢在短暂的这么几十年的人生当中，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就是短浅的这个目标就是而奔波的这么样的就是特别就是这个混乱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这个就是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呢就是虽然没有就是像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就是在外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武器使用的这种大战，但是我们人的这种心理的这个大战的话呢，范围就是比那个时候的是更广大。就现在是为了经济，为了名誉，为了就是这个一切各种的这个感受就是竞争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在这样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就是我们已经就是得到了这个心理的这种妙药，缘起空性的这个真理呢，确实就我想也是应该这个生欢喜的事就应该就是升起欢喜心。